目前咧，高雄新莊高中讀冊的孫奕倫摕到2擺的總統教育獎，身體各樣並無影響到伊對台語的熱情。今年呢，伊參加台北婦倫杯台語演講比賽，講到感謝爸母對我的栽培，這孫奕倫充滿感情的演說，傳遞台語感動在場所有人，也摕到高中組的第1名。多謝阿爸甲阿母犧牲因的青春來栽培我，教我養肥。甲我疼痛，一字一句攏是發自心內對爸母辛苦請養的滿滿感謝。雖講一出世就因為身體故障、知識行動受到限制，不過孫奕倫並無對人生認輸，顛倒予伊更加積極認真去追求家己的人生目標，復振台語。目前讀高雄市新莊國中的孫奕倫，因為愛台語，自細漢就定都去參加各種的台語文比賽，而且嘛家己用台文寫文章，親像一擺摕到台北婦倫杯台語演說第1名，所有內容都攏是伊心內對爸母上深的感謝。當然，我佇個內容內底寫的是較深一層，就是講我對爸母的感恩的心，還佫有因對我的照顧，我就甲寫較有路的安尼。我毋是干那講迄個用講的爾吼，我感覺伊毋是即個學生級的啦，伊會當去做老師啊。連登閣在地台語開口，一講線雖得到現場觀眾甲評審熱烈的捧聲。除了是對孫奕倫台語能力的認同，嘛是對其無受身體各樣限制，活出精彩人生的肯定。孫奕倫講，台語對伊來講是生命，嘛是伊人生不可欠缺的一部分。伊即陣除了參加台語文的學生團體，嘛正骨力創作寫詩，未來嘛按算要讀台語文，互閣較儕人認捌台語的水。我感覺講台語有啥物即陣會有。遮爾濟領域攏有咧使用，毋過煞無法度佇咧生活上來真正來使用着。其實這就是因為攏一直佇咧課內底，你要安怎來拖出去課外，其實這是咱即陣愛佇拍拼的所在。身軀頂的艱苦白疼，伊無法度選擇，毋過孫奕倫選擇用正面樂觀的態度，甲人生活了精彩，嘛活出價值。現在嘛有出版社要替伊出版詩集，孫奕倫也毋忘透過各種的手路，甲台語文找到轉來。記者柯家族、邱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